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9号，公元2017年9月2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思政和议会议长祝贺默克尔获得德国全国选举胜利；达赖喇嘛尊者会晤波罗的海多位国会议员。因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到访，中国奖学金委员会冻结对该校的学者资助。议会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公文统一使用藏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5号，德国大选落下帷幕，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第4次获得胜利。随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分别向默克尔致函，祝贺他在德国全国选举中连续第4次获得胜利。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众对你坚守宗旨的做法，对你的长远目光以及你帮助大众实现愿望的能力等所持的赞赏态度。”尊者指出，你的领导力带给欧盟内部的稳定，不仅对德国民众，对世界来说也一直是希望与鼓舞的灯塔。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指出，作为藏人，你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你的坚定决心，提高你的声音。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则表示，不管中国的抨击，你们坚定不移地尊重和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及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另外，9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会见了来自波罗的海国会部分议员。在会晤中，达赖喇嘛尊者首先感谢了上述议员出席会议，并表达他们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拉脱维亚国会议员支持西藏人士安德里斯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到访拉脱维亚，并表示他和国会议员们对西藏民众正在经历的遭遇表示理解和支持，因为波罗的海国家也曾被外国占领50多年，西藏和波罗的海有着共同的经历。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独裁国家的寿命往往是短暂的，因为他为了自身的利益，始终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并赞扬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抓住机会，并获得了独立。尊者表示，中藏问题是势力与正义间的斗争，中国当局已经采取各种措施毁灭西藏精神文化。世界上武力可以摧毁任何力量，但民族的力量却难以摧毁。9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全球宗教会议。尊者在会上指出，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不能称自己是宗教徒。如果我们接受宗教的价值及其教义，那么我们就应该真诚地去实践它。此外，上周六，圣迭戈加大全球政策和策略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汉在推特上贴出一份中国国家留学基金旅美大事务部于9月12号发出的文件，对计划到圣迭戈加大就学的学生发出指示说，到9月17号，如已获赴美签证或已和美国驻华使馆成功预约面签时间，可申请正常派出手续。如尚未预约面签，则留学机构不再受理相关派出手续。史宗汉的推文标题是“中国奖学金委员会冻结对所有就读圣迭戈加大的学者的资助”，想必是因为达赖喇嘛的来访。在这件公文曝光的3个月前，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猛烈抨击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圣迭戈加大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曾为此示威抗议。中国官方点名圣迭戈加大教廷公费资助之举是否是因达赖喇嘛尊者的来访而导致的报复之举，广受关注。
据报道，中国奖学金委员会冻结申请之举，并不涉及大学本科、研究生或其他学者来圣地哥加大，它仅仅不允许学者取得委员会的资助来圣迭戈加大。因此，单靠这个措施，对遏制该校潮涌而来的中国学生，可能效果甚微。在6月达赖喇嘛尊者演讲事件后，中国官方控制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在一篇题为《美国大学没有教授学生正确的西藏历史》的文章说：“不要天真的认为中国会默许这位该校的校长，他支持西藏独立的做法将影响他个人和这所大学与中国的交流。中国大学会谨慎地重新考虑与他们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9月22号，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制定，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及所有藏人社区内发行的公文都要统一使用本民族语文藏文。以思政为主的噶夏内阁赞同并支持使用藏语文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所有公文的主要文字。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议会上也强调，藏语文是证明藏人身份的标志，以及藏语文对藏民族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性，重申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愿景和承诺，赞同藏语文是藏人行政中央唯一的官方语言。司政还高度赞扬了年轻一代对藏语文重要性的认知，以及积极参与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行为，并呼吁海内外流亡藏人社区要努力保护和发扬以西藏的语言文字为主的传统宗教文化。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